感谢面顶哦，咱继续来看三道二风台会直接影响高雄市区有真侪营格，佮有扛棒拢先收起来咯。公园的树仔嘛先拔复原。高雄港务公司是要求专家要离开就要紧，连咪要封港咯。今仔早起哦，高雄的风雨是佮无介大，也毋过哦，菜市已经真侪人先来看物件。总统赖清德伫早起嘛，甲市长陈其迈来示信，要求爱提悬戒备。 一个透早7点外，高雄放红台架，传统早期说是人潮满满。你看，剩下就只剩下韩吉油啊而已。那其他你看那个架面上的东西，还有高丽菜啊，这种其他都卖光了。前一天高雄袂少黄昏市场、果菜市场嘛非常的无闲，毛民众赶咧要甲车停去关厝，就惊即个风台甲凯美风台共款，造成高雄真侪所在淹水，互爱车嘛泡水。有市啊，你三市这比股票股市较厉害。 菜市比高级较厉害，尤其是在高雄这个区域，那这个对于市区的影响尤其在这个平地的这个影响，将会更来得更严峻。 高雄灾害应变中心上午进行第2次工作会议，专家评估1号暗头高雄地当感受到风力，中心有可能伫2号中昼登陆高雄，预计上大风力到17级，嘛研判即届风比雨较大，市府提醒民众，就算上午较无风雨，嘛应该较少外出，因为风台可能造成沿海地区市区出现强风，沿架看板都有可能吹甲落落来。高雄港嘛高度戒备，要求船只启动机顶设备加强固定，嘛严格来管制着船只进出。港内的船只啊，能够尽早来出港来避台风啊。或是需要停留在港内的，我们要请他该留职的船员的部分也要有留职船员，然后另外在船舶本身的系缆的部分一定要强化。船头准备上少要有7条绳仔来固定，避免风大出意外。 山土有可能向高雄来，总统赖清德一早时嘛，甲高雄市长陈其迈视讯，关心高雄的状况。记者高雄报道。来看台南的咸水哦，顶一届凯美风台的时落大水雨，佮淹水，这届风台直接影响南部，那么连续这么人伫台南咸水的记者温阳，带咱来看上新的状况。 时主报记者即马伫台南咸水区北门路附近，会使看到真侪民众即马拢来超市这边来买物件，因为进前7月底凯美风台的时阵，这搭位啊是做大水，即摆山头风台的强度愈来愈强，大家嘛惊会搁再淹水，先来准备物资。款一寡只，嘿啊。啊，迄门敢有炸迄门起来，有水敢卖入来？无啦，迄进前迄真正袂赴啦，迄无法度啦。 拢干那留伫厝尔吼，真正有限啦。啊，就是爱先搬一寡只去你2楼。你们家那时候有淹到？到门口，大概到我的脚踝高一点而已。对，往高楼层去跑，应该是不知道，应该也没有那么担心啦。顶摆风台这边是最大水灾真严重的所在，虽然即马看起来是无啥物风雨，啊，毋过民众嘛有心理准备，已经伫做防台准备。遐较深，我倒来吼，差到大腿。到大腿遮。啊，遐较深，地势啦。较重要的物件有先收起来。摊管得，要咱做啥物货，啊嘛是要来淹就淹啊，咱人走就好啊，人较重要啊。走台湾海峡弄到中央山脉，走台湾海峡对咱下港这方面啦，台南啦、高雄啦、嘉义啦。 包括婚姻这段距离一定足危险啦，所以这部分大家尽目睭咧注意安尼啊。风台山头强度搁伫增加，可能会伫南部登陆，估计到时阵会扇强风、落大雨，民众只会使先准备，希望莫有严重的灾情。以上是记者伫台南咸水掌握的情形，将镜头交转去主播。